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，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处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
粉丝啊！太后，义爵君回来了，快请。是。我的野马驹回来了。想死我了！说说，我走的这些时日，你可曾想我？日思夜想。都想什么了？想你会不会受伤？那你看看伤没伤？我怎么知道？简单呐，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，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哎，你先避一避。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的？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。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他还不懂啊？就当是为了我啊！快，快！哎呀，快点啊，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都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母后，我来这是想问您，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通通处死吗？是。那怎么了？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，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！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他们是先王的儿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们许多人并非是你的手足。此话怎讲？请母后明示。手足是什么？是互相扶持，互相依托。但他们只是磨得雪亮，互相厮杀的刀刃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你父王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，这些女子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。他们一出生，命里便注定，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，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？为了他杀戮无辜，绝不手软，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？可是，像父王和处离子那样的兄弟，不也很好吗？他们是兄弟，但他们更是君臣。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，为君者爱护臣下。这样的兄弟，我已经给你留好了。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，屈应人的儿子公子雍，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。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，足矣。母后，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，这几年之中，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，入朝归来，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几年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扩大地盘，招兵买马，穷兵黩武，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，法度废弛，农田荒芜，人心混乱，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。这是他们的大罪，百身莫赎。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，那还要秦法何用？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，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他们会说母后不仁。哼，天下人要围攻秦国还欠理由，若因为怕就畏首畏尾，自废手脚，如何执政秦国？再者，既然这不仁的罪名一定要有人背，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。